空啊，虚空有偌大？各位浅显想看嘛，虚空有偌大？足大，吼、啊足大就讲甲经典，讲到尾啊，讲甲足大、足无、足虚、足空，所以讲甲经典，讲到尾啊，就是一字啥？足空、足无，啥物拢无。安尼啥物拢无，咱今仔日才要讲啥？讲一个无的吗？咱来甲伊本文药行呢，即种呢，算伊伫《道德经》哦81种内面哦，上短字上少的25字尔，但是呢，伊的意义啊，伊的意涵是上深的哦，真歹解说。啊，药行呢，属实真含慢啊吼，但是佫真应用吼，会当来分配着即种。假使讲等一下，若来分享的过程当中啊。药仔若是有不足，也是错误的所在，盼望咱各位前辈者，甲药仔多多指教。那么即第一个部分本文，药仔加分做3段，以古神不属，是为现笔，将即个虚的、空的、无的境界呢，来甲化做一个实体化。讲无的物件要化做有，啊无的就是无的，要哪化做有，这嘛是咱脑子啊，伊的智慧吼。伊已经体会了天地之间了奥妙的精神伫倒位，所以咱先来甲伊看。你讲古神即个古，咱伫一般的字面上啦，还是字典内面吼，伊拢有写。古字即个就是业伫咧山甲山的中，山甲山两支山的中，迄个纳尔的所在叫做古。啊，迄个古神啊，即个国啊，画国或者国，即个国内面呢，画有水，画无水，吼，画有水，画无水哦。所以即个国，即个国的内面呢，咱啊互啊甲想，山国甲山国，敢会有一日个山崩地理，敢会无去？会呢。但是讲中有一个神哦，迄个神啊。以一般的字话顶来讲，伊是天地万物啊的一个主宰者。神来讲啦吼，以字话顶来讲，伊是天地万物创造的主宰者。伊嘛是人的精气甲注意力，迄个神来讲哦，会当是精神的，咱讲伊的精神甲伊的注意力来讲。啊，搁伊讲伊足稀奇的、玄妙的、不平凡的，拢会当以神来甲伊解说。哦，伊讲这山国内面有一个足神奇的一个主宰者，有一个足玄妙的迄个精神不平凡的神伫内底。啊，咱各位真诶，咱去咧爬山，敢有看到即个神？有哦，哦，不简单哦。你去爬山看到，是看到山神，还是看到国神，这无共款。吼，话真诶讲，有啊，山有山神啊，吼，咱像咱平常时啊，咱咧住诶土地嘛有土嘛是有土诶神啊，吼，山神、土神、水神拢有。但是今咧讲诶这吼，毋是即个神，伊咧讲诶即个神呢，伊搁讲着即个不属。那么即个属诶字啦，吼，咱以字来甲听诶，伊诶含义是啥呢？死就是失去生命，死就是拼命，拼命的死会当解释是拼命的，嘛会当解说讲伊失去作用，嘛会当解说讲伊就是无灵活、他查、袂灵活，啊，搁咱袂改变的，咱不可改变的，就是固定伫遐死的物件，所以讲不死，伊个死的意涵安尼。我伊个字话顶吼，即句古神不属，你敢若讲？古神不属内面，伊就讲一个真玄妙的一个主宰者的精神的神哦，伊袂来消失去，袂来改变，袂来袂灵活失去作用，永远拢存在伫遐。伊尾仔句就甲咱讲，伊讲即句叫做啥？伊讲即个叫做现变。哦，这叫现变。啊，现呢，伫字典内，咱来找来看啦吼。现就是有乌色、介红色，入后尾
乌色搁伫遐倒一点仔红色，但是即摆拢统称叫做乌色。现来讲就是乌，搁有咱千万恶苗，看袂清楚。咱暗暝暝的时阵，咱看会清楚，看袂清楚的哦，咱目睭看袂清楚的。搁高深莫测，高深莫测，互你头壳想袂到的，互你心内安尼摇，你就摇袂出来。高深莫测叫做玄，那么病的，即个病，伊讲是过去的一寡经典记载，讲是一母的牛，但是大部分通称拢叫做雌性的动物。雌性的啦有公的有母的啦就是讲雌性的动物，嘛是一个代表母体，代表一个生机。伊讲这个是一个做恶苗，咱目睭看袂清楚，咱抑学袂着，高深莫测，一个真玄妙的母体，互咱的生机，就带伫即个用即个无的哦。安尼讲是毋是嘛？佫足空的安尼药学照着一个图，咱来甲研究者。其实药学研究即种的时阵感觉足痛苦的，安那痛苦，足玄妙的足虚的足空的药学是嘛是真痛苦。要安怎来甲伊化做家己会当理解，佮来甲分享互咱各位前辈者。照你讲，咱各位前辈者拢比药学较清楚。即句话意涵是啥？但是咱要佮甲伊化做，当个较清楚，甚至咱会当佮来分享，互其他兄弟姊妹听。药学用的一张图，咱即张图咱来甲伊看卖。即张图是毋有山甲山，山壁甲山壁中有一个空，咱中有看到即条线，即个叫做角，就是角。山角就是山甲山的中，你看到遐无物件，空的、虚的、无的，你拢看无的，遐叫做角。那么安尼话佫看袂清楚，你讲即个虚空，即个无的。无的物件要咱讲做有，来药学佫甲这两片山甲画做三角形的，这两块三角形的就是山，山甲山的中叫做虚空，叫做角嘛但是药学迄阵嘛是安尼认为呢。但是若是当迄个角，咱安尼甲想，是毋是即个爱甲藏起来？伫内面嘛敢有藏起来？咱来看咱咧爬山是去咧看图。你看即张图，顶悬敢有藏起来？山角无藏起来，敢是？山角无藏起来咱来先来甲看大自然演化，咱看山角无藏起来。即摆因为后壁迄个图看较乱咱来迄个图来甲跳开。咱来甲想，山角若无即个顶悬迄个凹字形的藏起来，即个神有偌大呢？即个虚空，即个体有偌大？咱若讲，即个空间是迄个圆色的板的内面，迄个神的虚空的体就像遮大。迄两粒山只不过是迄个体内面的两支山而已。安尼，即个无的物件，咱就看到迄个板所在全部拢是倒的实体，就是迄个空的物件。敢若迄全部拢甲摕掉，安尼来看就看到迄个空啦看到迄个无的啦。但是迄个无的够实在，够存在。咱搁浅浅，你接触空气够安尼？够安尼？咱自然即个自然你有感觉不可思议无？有敢若无呢？敢若伊敢爱钱？你敢有甲买？你敢有甲讲谢谢，请你互我？你敢有甲多谢？甲拜托伊敢有来？奇怪你甲伊处置，当然甲用字好出去嘛，当然。咱感觉咧甲讲一句谢谢，感觉咧甲呼吸，你逐工呼吸讲多谢这空气，互我呼吸；多谢这个空间，互咱行路；多谢咱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虚空，着这个，互咱会当直接生存。感觉甲感谢过？为什么无？因为咱感觉伊无存在我们不觉得它很重要咱就是感觉伊无重要所以是咱脑子会点出这个点，这个点嘛就是真灵、不真灵、点来书，各位前辈者、领导者咧甲咱提
咧甲咱提醒，咱平常时啊，咱感觉足自然咧过生活，透早起来，出门不管是去上班上课，倒转来厝，搁困，逐工安尼循环，有感觉生活足无聊无？少年人拢会甲晓仔讲，我好无聊哦，人好无聊哦，找什么乐子来玩？因为生活伤过循环了，无起伏啦，拢平啊，就感觉生活真无聊。啊，咱各位浅显，咱安尼来呼吸空气，有感觉这空气无简单无？其实叶仔干咧家己想，叶仔真正家己想，家己检讨，叶仔并无感觉这空气无简单呢。叶仔感觉讲，伊就是自然互咱的尔。你有甲说说，伊嘛存在；你无甲说说，伊嘛存在，敢是？伊敢有因为你加感恩大，伊互你较济吼，一直互你强要氧气伤济，咱嘛会受不了，咱敢知？空气的所有的拢有一个比例，有一个比例。伤济伤少，咱的身躯拢会袂动的。所以即摆较有啥物 PM2.5，总输落来，咱的安那，咱的气部、咱的身躯拢会唔好。所以伤济伤少对咱人拢唔好。但是伊袂因为呢，咱有加来讲，减来讲伊就无。为虾米？伊迄个物件一开始甲咱讲，伊就是不被累啊。伊即个道体是实际存在伫遮，是咱拢去甲伊忽略掉。咱拢无去注意着，甚至咱拢无去感觉着，即个道体，真拢存在伫咱的四周围。各位先生，你真有感觉道体伫你的四周围无？有道无？咱这地球叫做地心引力吼，啊若无地心引力，咱真大家伫遮吼，下较飞天顶啊，咱真大家拢飞去天花板顶悬啊。咱去看过迄太空船有无？是安那，伊就是无迄个地心引力，大家拢浮起来。啊，所以哦，咱是安拢会定伫遮，咱会存下地心引力。这地球，这引力，老母娘造物主、造物主，这个存在，毛浅浅甲咱问，敢真正有咱所谓造物主？这点嘛，就是咧甲咱讲，这个造物主，然后宇宙的主宰者是确实是有存在的。是咱普通人一般顶唔知影，但是你讲一般顶，咱五教圣人拢会话讲啊，伊嘛会讲上帝啊，吼，伊嘛会讲咱的佛祖啊，佛内面佫有一个祖呢，所以叫佛祖呢，唔是单佛尔呢吼，起跟无上去还有上帝之子，耶和华是上帝之子，啊伊起佫有一个伊顶悬的天赋，叫做天父啊。啊，咱来统称，一般话人讲造物主、造物主，咱来叫做咱的无极老母，咱的无极老母，啊，就是咱的佛体性的奥妙。啊，这个无极的老母毋是叶仔讲的，是咱师尊脑袋面，伫咱的圣理提示内面，伊伫58章咧内面有甲咱提着，咱这内面就是已经有一个，伊咧讲理天呐，理天就是有一个无极老母伫内面啊，就是有一个主宰者伫内面啊，这是确实要甲一般顶的人，甚至你自心内阁有存疑讲，啊，敢真正有一个老母娘，还是讲咱个明明上帝存在，造物主。话讲，啊，我着妈妈生嘛吼，我来巴肚就这肚，妈妈甲我为巴肚生落，就是安尼，所以生我就是妈妈尔。唔知影讲生咱妈妈是生即个心，啊，佫有一个灵性无看到的存在，迄个主宰者就是老母娘。所以即种咧甲咱讲是确实咧甲咱讲，天地万物的其实是有一个主宰者，万物的造物主。啊，这造物主是啥？就是咱的老母娘。咱三楼的母变顶悬写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尽赞。哇，老母娘的名足长吼，敢记会开？好长啊！但是这就是安尼。
伊的意涵伫内面。但是今仔这个意涵，毋是学校要来学习，即今仔学校的重点是要甲咱各位天天报告。假使咱若带着新道亲，也是咱厝内面的人，咱有想要家度的浅显，咱会当来甲伊讲。咱天地之间就有一个造物主，一个造物主，即个确实的存在，为咱来甲看，即个造物主伊会产生咱的宇宙空间，为无的物件，甲伊化作实体论来甲化互看。那么老子呢，嘛是甲即个虚空即个造物主呢，甲伊人格化、人格化。咱拢讲造物主，啊是生做安那嘛毋知，伊就是甲伊人格化，化作像咱即摆咧讲的老母娘嘛是咱道中甲伊人格化，人格化就是变成敢若有一个人伫遐啦。其实老母娘敢是一个人，敢是咱想的讲咱的老母安尼。咱有时啊讲演戏吼，捌看着讲演老母娘的相，老母娘敢真正有相，敢真正是生做安尼，并毋是安尼。迄只不过是甲迄个无的物件。要化作，互咱一般顶，安尼讲吼，以学仔来讲，以学仔的程度可能也是听拢无啦。啊，无的就是无的，哪听有？即个无的物件到底是啥？要甲即个无的物件化作变有，啊，要搁化作互咱听有，毋是有尔哦，爱搁听有。哦，即个境界足悬的呢。这有时啊哦，叫学仔徛伫遮，学仔拢骹搓手搓，就袂晓讲，只好安那去收集。这咱足侪前辈者。甲咱慈悲的道理，咱龙点法师甲咱开示的道理，吼，安尼收集，来甲统整起来，吼，迄统整起来，这是拢是前辈者统整起来，毋是现在头壳内面的物件呢。那伊现在头壳内面的物件，啊看去就是无啊，无就是无啊，要甲无讲到有，足困难的。以咱的程度，以咱的赞处，也无到遐。老子的程度甲赞处。伊已经会当感触着天地之间的根，甲伊即个缘，伊即个体，所以有甲咱讲即句，就是希望咱会当去体会着日常生活当中，虽然咱拢过了真自然啦吼，袂讲呼吸了讲爱摕一个氧气罩吼，除非讲已经有辛苦袂听，正常咱一般顶的人毋免，呼吸嘛毋免开钱，拢正常，但是卖甲咱讲哦。这一切正常拢是老母的稳定，上天的稳定，老母的恩泽啊！无这咱无法度呢。老母娘互咱呢，毋是甲咱放伫遮尔吼，毋是讲就甲咱放遮尔，伊阁互咱会当活伫即个世间顶，袂互咱去受着生命的危险，甲咱款便便拢甲咱穿好好，环境拢用好势。这宇宙的真相来看。学仔家己想的啦，即个就是要甲咱讲老母娘的存在，咱的天地造物主的存在。那么若以国体即个身躯来讲，咱拢感觉咱就一个人尔，咱即个人啊，要哪有法度去改变命运？要哪有法度讲哦，我有啥物佛性，我会当去打帮助的，我会当去帮助别人，甚至师傅啊，咱的老师啊，做侪师傅拢讲，咱若有即个佛性。有时也自我怀疑咧，当着受气的代志，敢会扑扑跳？当着受气嘛扑扑跳呢？爱喙又挡袂牢，安怎？会讲受气的话无？受气的话讲出来了，你会感觉你是佛无？哈，敢若若讲了无好的话，也是想了无好的念头吼，等一下家己安怎？心内会艰苦啊，会安尼想讲，哎哟。我较会安尼讲吼，然后有时啊，拢会定拢对外口拢袂，对内面的人会袂，尤其是对厝内面的人吼，拢会挡袂牢吼。这三字就会讲挡袂牢，这三字挡袂牢就是咱无甲，咱是老母赐互咱原胎佛性，咱是佛祖甲藏伫心内，咱请甲人的心藏伫头前。就会感觉讲咱挡袂牢，但是咱若常常讲，咱是佛祖，咱是佛性，眼前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要甲咱化的，要甲咱成长的。如果咱有明白这点，其实
咱无挡袂牢，咱无法度，咱无做袂到，无遮负面的名义。因为咱就是自我认识啊，所以各位浅显，咱以国体观来看咱即个真相，身体的真相。不管你今仔坐伫遮，你是5岁、10岁、40岁、50岁、60岁、70岁，你敢有了解到你即个生命为倒来的？来遮的真相是啥物？各位浅显，咱敢有清楚咱来遮的生命是啥物？拢清楚啊吗？其实叶克毋是咧问人，徛伫遮叶克照着喙，而且徛伫咧问咱各位浅显，叶克实际是咧问咱家己。咱像王表的书吼，咱伫麻豆省伊遐咧学习道德经，伊拢真自卑讲一句话，伊讲吼，伊照着教阮做伙咧学习道德经，其实毋是伊咧讲道德经互阮听，是伊照着教阮互相来学习。伊坐伫遐，伊照着阮，伊家己来，伊咧讲，但是伊咧成长。迄阵叶克感觉讲，王表的书真谦虚吼。伊会当读着伫经读啊讲，伊哦愈读拢愈惭愧，愈读愈惭愧，所以伊即摆吼拢愈读啊愈改，愈修愈改，伊感觉足好诶，伊拢鼓励足侪人吼，若会使吼，第1礼拜六，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六吼，会当来咱信友等吼来听着伫经，伊感觉大家安尼互相座谈，伊用类似用座谈的方式，伊感觉真好。叶克拢会感觉讲真钦佩咱前贤者吼。因为叶克体会袂到，叶克大家若要上台，轮到叶克要报告，叶克就开始烦恼啊，烦恼啥？烦恼道理讲袂出来。是安那道理是用讲的，你讲袂出来，因为咱的道理是用看的、用听的、用想的，毋是真正甲道理摕来，伫咱即个身躯顶来检讨、来反省、来改变。较感受着讲，王点的书，互叶克的精神感受是这点。所以，若是佮透过脑子，互咱遮个文字的启发，以及着叶克安尼自己安尼甲观想、甲串联，其实咱拢是上帝之子。咱的本体内面拢有佛性，咱拢是自心内面有道，但是咱拢甲伊抛道而行。咱自性拢是佛哦，但是咱真坐到佛的座上。咱咧想代志，到有佛的思维的想的方向，咱咧做到像佛咧做的道理的这种规矩咧进行，这拢是咱来去思考的。嘛是咱来鼓励咱家己的。除了反思、忏悔以外，咱还要感恩，感恩上天老母，就互叶克遮含慢，这边是袂记的。这边是啥物拢毋知袂晓，东抄西抄，东想西想，搁好佳哉，搁迄个佛性都无叫无去，含慢尔，但是佛性搁伫个，所以咱爱做感恩老母，上天老母降到伫咱即个身躯顶，是真正存在。即个存在，就是要甲咱讲，咱必须透过着观察着即个存在。咱的佛性呢，咱无法度去知影，但是咱用感受的，咱家己自我去观想。无即个佛性，咱袂听哦。咱就像老师咧讲空国传声，伊照着迄个国啊。咱各位浅显，咱正用倒咧听。恁即个声为倒去？声为倒去？浅显拢比鱼啊吼，鱼啊内面有啥？内面塌条的也是有空。有空的，所以讲古神不属即个国啊，即个国内面即个空啊，咱的身躯伫咱的人体来甲看，咱身躯有空无？咱身躯若无空哦，拢较塌塌的。你也看即个人，等一个可能今仔袂超过今仔活过，咱的身躯爱有空的，所以你看咱爱有听入去，嘛爱声爱安怎？爱有出来呢？但是，所以咱有食了，嘛爱安怎？爱出来呢？安尼有恶妙无？咱来甲想是做恶妙哦。这是即个身躯来讲哦，
以咱即个佛体自性来讲诶，伊敢有解着？伊敢有因为你今仔食一块，安尼讲啊吼，你食一块咱即摆讲素食诶上好诶牛排叫做天贝啊吼，敢捌听过？迄讲是大豆发酵，讲迄印度遐诶迄种原始草叫天贝，豆仔做诶，讲迄是迄个素食诶牛肉，就足好诶，啊足贵哦，吼，一条安尼细甲底啊，很贵哦，小小一块100-200块。啊，你讲食遮好诶物件，你食落去，你会有心脑发光无？敢有？无呢。啊，你今仔摇巴肚摇足久哦，你摇到可能知影无食，摇到下昼无食，摇到下晡，你诶佛性改因为你甲摇，你无好食，伊就啊枵死，嘛袂呢。啊，这嘛是上天老母咧甲咱讲，伊存在，但是伊袂因为你外在诶选择来去改变伊，你袂去改变伊哦。伊甲咱讲即个存在，第一点拢咧甲咱讲存在。啊，所以讲即个存在，咱其他搁甲想讲，啊，敢是安尼尔吗？除了咱即个上大宇宙以外诶观，啊，搁咱即个身躯，咱即个身体，啊，搁有一个，咱诶身躯定当着诶，是毋是叫做命运？咱人是毋是好命、歹命、好运、歹运，咱是，啊，若好运，拢讲哦，足好运诶，上天慈悲；啊，若歹运，甲会讲上天无保庇，身躯无保庇，敢会？袂啦。伊嘛是咧甲咱讲哦，即个因果观，今仔是安怎，咱会行到即个无好诶程度，当着无好诶运势，甚至是无好诶命运来出生。今仔是安怎，咱有一个好诶程度、好诶运势、好诶出世，就是是安怎有好，是安怎有歹，是安怎有顺，是安怎有逆。若讲顺境甲逆境，这拢是循环甲原因诶存在。啊，就是咧甲咱讲哦，如果随着咱即个自性不来，伊不增不减，吼，但是伊袂加在性不增嘛，伊等来运动啊，伊嘛袂较光哦，袂哦。啊嘛在原的，你倒去厝伊嘛袂较减哦，拢袂哦，拢袂哦。迄个佛性伊的存在，即点就是敢要讲存在呢，袂因为你做啥，伊就从安来减去。你搁今仔夜倒去台南，伊搁伫的。安尼有私心无？迄个佛性就是永远拢伫的哦。啊，真正来讲哦，啊你安尼讲我毋免来啊啦，我嘛袂，我要做啥就啥我袂做啊吼。但是这是等下后一章要讲，等下后一段要讲的，是咱这段要讲是讲存在。可能做清楚这个佛性的存在，袂因为咱去做啥来失去。啊，这个因果命运的，啊就咱这习性，咱这个头壳内面吼有一个储藏，咱讲的这个随身碟吼。这个储藏体是，你做的啊，目睭镜看到的啊，咱镜看到讲哦来，镜看到头前这个光，即摆这电话若甲开开来，咱做前线目睭镜开开，镜开开，你镜敢有感觉到头前有光？好，来目睭闭落紧。你看过的物件吼，咱拢当作看过就无去啊，对毋对？袂无去哦，伊是存在哦。伊存在伫你的头壳内面，你的记忆体内面哦。你有一个像迄随身碟，你有一个迄个伺服器，你有一个主机体伫内面哦，拢有显入去哦。啊，电视会出来，你慢慢啊累积就出来，慢慢啊累积，甲一个空间、时间伊，人讲的时间、空间成熟的时候，即个机运、时运成熟的时阵，即个存在就开始了。啊，就是即点拢要甲咱讲存在。国性不属，是为显变。即个就是咱讲即个生机的存在。啊，即个生机的存在，伊煞来，伊第二用伊搁甲咱讲，显变之文是为天地基。啊，即个门啦吼，显变之门，即个门，也是出入口，咱头拄仔有行门入来，是跳窗仔入来，还是空降为宾馆吊绳啊落下来，咱落来。咱是有边门行入来，是啊，咱有通道门，也叫做出入口，也叫做会当开关的关子，有一个门嘛吼，会当控制，开关会当控制，开开关起来控制，啊，佫有叫做关键处，叫做要点，叫做方法，叫做通道，那个门就是一个关卡。另外会记讲，咱之前有一个2012。迄
迄阵最流行叫做世界末日。迄阵先爱时阵玛雅预言拢讲2012年，各位浅显，敢有世界末日？无敢有感觉着世界末日？听到我讲无正要较安尼甲你吓一下无安尼就讲有世界末日伫倒？2012年迄阵大家拢有的逃亡话，讲要移民去外太空嘛去创啥话就讲财产啥拢卖，要去倒。2012年迄阵玛雅预言世界末日，其实世界末日是倒？2012年开始，所有的有一个人出一本册就写，伊写这是其他感觉真有道理。咱来甲看，伊讲2012年所谓的世界末日是一个阶段性的开始，跟一个阶段性的结束。这个门嘛有阶段性的，就是你为这行过这就无同款啊，不一样的开始跟不一样的结束。伊讲2012年开始，智慧型手机流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陷入智慧型手机的奴役。大家拢有捌的大家拢有摕手机怎？咱看大细汉的去餐厅甚至即摆又去自助餐食饭一个人好，三个人好，十个食饭拢要创用手机。世界由于进入，大家拢伫遐做一个动作。各位浅显，咱敢有发现？咱敢有中毒？咱敢有去陷入迄个世界末日？咱敢有陷入去？你真若讲你手机无智慧型手机，无啥物通讯软体，莫讲啥啦，无通讯软体，无人通找人，就讲你安那跟不上时代，你退流行敢是？老师搁甲咱讲道理流行敢有真正遐尔好，互你遐尔追求是毋是老师的流行，就是即摆咱咧流行的物件，咱拢流行啥？咱即摆拢要流行的物件是啥物？后口毋是咧质问咱回答伫咱的内心后口家己安尼想搁想，咱即摆内面咧流行啥？后口自我审问家己。按一个咱继续，自我先想者，咱咧流行啥？所以尾仔个人讲是为天地经，伊咧讲即个经。以义的意思来讲，伊有啥物？伊有固定，搁有植物的吸收，搁有伊咧藏水分，植物咧储藏水分养分的功能，伊有储藏养分的功能，伊嘛有伊的基底、伊的基础，搁伊的分源，这个经的公司。所以老祖伫即种线咧，甲咱讲第一种甲咱讲，主宰者、明明上帝、老母娘的存在、造物主的存在，伊是存在伊这个存在咧，伊阁有一个门就是显变嘛。từ一开始第5章，伊咧讲这个中，就是咧讲，甲古神甲无的物件化作有一个国神，有的东西化成以古神来比喻，古神他又把它化为玄变。显变，伊个以显变，所以为中世界显变，其实咧拢咧讲同一个物件，拢咧讲中就是显变，显变就是中，嘛是个咧来讲天地，即个门入去咱会当找着天地经，所以伊甲咱讲即个宇宙奥妙生命的生机有一个门即个门有一个通道，有一个门，有一个要诀伫倒呢？即个天地之间呢，有一个根，为即个门入去，你就会当去找到迄个根。所以你必须要找到迄个根之前，爱先找到迄个门，嘛就是咱咧讲，咱的窍门。这个窍门，咱知影若要为厝的要来咱集合圣堂，咱若确实毋知影咯。以前咱讲手机用啥？爱 Google 比一个神咱知少年人拢讲啥物袂晓，拢爱找啥？找 Google 大神，Google 变神咧Google 变神咧。
啊，即个神，伊才会当甲你导到神元山尔。你若甲讲要去天堂，伊才会当甲你导到天堂。无法度，奇怪，伊有法度甲你导到神元山，伊无法度甲你导到天堂。啊，这嘛是咧甲咱讲啥物？咱来甲思考一下。老子伫即句咧甲咱讲内面，天兵之门是为天地经，即个经，即个会当互你补价，咱甲看，经济敢看会出来？若伫涂骹底的时阵，除非是咱向下家己掂落去，向下家己知，敢是？即个经济若是向下家己掂的，别人掂的伫涂骹底，伊无定金，无补价，无放出来，咱敢会知？咱看无哦，咱毋知哦。所以一个人好歹，若准讲吼，无互咱看到，无互咱当到，咱敢会知即个人好甲歹？咱毋知啊，我们不知道呢。但是自己知无？若自己佫讲毋知吼，安尼就较讲伊真厉害哦。自己一定知，你掂着迄个经济，你甲掂落去，你绝对自己一定知。所以咱甲看经济掂落去，甲伊要补价，敢爱时间？啊，时间尔嘛，你敢捌看过你甲掂经济，咱有做实过吼？叶较嘛，毋是讲捌做实过，叶较捌佚佗做实过啊吼。去当佚佗安尼，就安尼玩票性的，甲掂落去，你掂的物件，逐项拢会补价，会定金，会生，会大张，逐项拢会，敢会？无。人做实的就知，无一定啦。嘛，着爱啥？你的土有够营养啦，你的水有够啦，啊嘛着爱日头啦。人讲爱天时地利，啊嘛要人和，啊有人甲你施肥，甲你灌溉嘛吼，有人安尼来甲你施肥，甲你顾，有人顾伊较会大。所以这是爱有，人讲上天的运德，啊，佮加上咱家己，咱本身咱九贤七祖的运德，安尼加参参。蓝的，迄个营养分太出来，营养分出来，敢逐层拢会大层，敢会？哈？敢逐层拢会大层？啊，迄个无一定呢，无逐层会大层吼，敢是？伊为安怎？发甲一半讲啊，我无爱发啦，敢有？有啊，嘛有迄个罢工的啊吼，做甲一半讲我毋爱做的啊吼，敢有？啊嘛做甲一半向安怎？去互鸟啊，统去正去啊，意外有一寡因素啊，都会有。这拢有伊的前因，啊伊就结合伫一个果。啊，所以老祖就咧甲咱讲哦，咱即个天地之间有一个脑母，有一个自性，有一个佛性，有一个道。在天讲道嘛吼，一个道的存在，在咱的身躯一个佛性的存在。而即个存在，咱搁要清楚哦，这内面呢。你要去找即个吼，甲你放伫一个门内面，把你放在那个门里面，伊安怎保你安全啊？啊，若无，咱即个有性啊，若无一个所在人靠，咱要去倒找，咱要去倒运用，要互即个身躯会当运用，就是甲放伫一个所在，所以就讲吼，去感觉袂讲，这敢若是吼。这个是道的玄理啊！咱是毋是拢知影道的这个足细腻的所在伫倒？伊的微妙很细微，门应该看有啦吼。所以迄个味目睭搁会当看，只要你详细去遐看，认真去遐看，伊是看会到的，伊毋是看袂到的。除非你目睭开要甲弄落去，安尼你讲无看到门。啊，若目睭开有看到，拢会看到门，但是这个门你绝对看会到。所以你爱知影讲，伊即个小的所在伫倒个，爱细腻去甲伊找，是毋是细腻去甲伊照顾？也就是许下感受讲，咱是毋是拢已经袂记咱伫倒来的，要伫倒转去？即个所在，要安怎转去？各位先生，咱敢保证咱逐个人拢会当转去？哈？敢会当保证拢会当转去？不管你即摆摇头、无摇头、点头，就较拢甲你保证，你拢会转去，因为你即拢有觉知，即拢有觉知啊，家己有觉知，家己知影。啊，为卖开始去甲伊拍拼，去甲伊做，绝对会转去。啊，你若讲家己有觉知哦，啊，毋爱做咧，敢会转去？
安尼下较就毋知啊，下较就毋知啊。等下像较多迄经济的不一定，伊会定金会不给，会往上生长，但是它要不要开花结果，也要靠自己一半咱家己的意志力。所以咱拢请袂起咱的国家乡里头，咱讲话做代志、想代志，心内无国家乡的即个所在，咱咧做啥想啥，黑白想、黑白讲、黑白做，因为咱无想着讲咱安尼是毋是会当转去，咱无甲迄放伫第一啦。咱甲咱的人心放第一啦。然后伊讲吼，迄咱学师团比如一个讲，你感觉讲食，你即暗时啊，要食一个水果，你身躯头有100块，你感觉这100块是摕来买水果，还是这100块是过工的早顿？100块若是过工早顿的钱，各位浅浅，你会摕来买早顿，还是摕来买水果？我想吃，跟我明天必须一定早上我要早餐呢。我需要跟我想要，你这100块你会开伫倒一样？也下来问咱的遐小朋友吼，当然，都各有各的答案啦。咱会当想象啊，想要食的就是到要买哦。讲我会当恁来，我就是刻者，我明仔载来食早顿。为讲倒一个较对，各位浅浅倒一个较对，拢对，拢对，嘛安怎？拢对嘛，拢毋对呢？因为你有一个对，就有啥？就毋对啊！就有一个是，就有一个非啊！你心内若无是是非非，你若有真理做主，你敢会摕着100块伫遐想讲，我是要来想要买，还是我摕我应该来买？你迄100块应该是自然放的，该时间到需要啥，你就是去甲买啥。需要听好哦，是自然来做的，毋是伫遐想讲我要来买啥，敢是安尼？自然的物件是有真理，真理就是自然。你讲我要甲骂嘛是自然，我自然会甲骂出来，迄无自然哦。骂人无自然哦，现在来比如吼，骂人有自然哦。你骂人敢莫想一下？咱各位浅浅思考咧，咱过去咧甲人讲话骂人敢莫想一下？你讲我拢毋免，我骂人都毋免想句话就出来，迄叫做习惯，习惯。但是你若是囡仔，你真叫一个囡仔吼，2、3岁，还是迄当咧学讲话囡仔，你若讲来，你骂我，你骂我，你看伊要哪甲你骂？伊会甲你骂无？所以骂是安怎来的？习惯习惯安怎来的？学来的，学进来的。但是我有听到妈妈甲我骂，我即摆就学妈妈甲我骂型，学妈妈咧甲我骂遐个话，遐个型，我就甲伊骂我的同学。骂久，我2天我就做到甲骂，我咧甲骂，我拢毋免想，我就骂出来。无咱甲想啊，如果是自然的物件，你也看小朋友就知影。如果囡仔细汉都袂晓，那有可能是咱大汉变会晓。各位浅浅敢是安尼？是毋是做侪代志是咱安尼来？所以咱嘛甚至就是讲，咱交老师，咱拢讲师道，老师拢伫平山底下咧殷殷盼切着我们，一直看咱定是要转去。但是老师嘛甲咱讲的，伊讲道理啊，师就是咱的良心良能啊，我们的良知良能啊。道就是迷失的众生啊。其实伊咧讲的拢是咧讲咱即个人。如果你会当去想着讲，哎呀，你会当觉着讲，感受着，确实啊。当我若是以真理出发咧看代志、做代志，今仔有长的代志，敢有送的代志？有长的代志是送的代志，有长的代志，今仔是倒一个单位服务的迄个人的代志，敢是？所以伊服务的便所，我去上下，我就甲讲，今仔你上便所，你扫便所的便所太高啊，恁来扫较清气的，敢是？今仔服务的人讲遐有一桶水，遐有一桶水啊，恁来服务爱家起来啦。福堂是大家的，毋是今仔送来服务啥物人的，敢对？各位浅浅敢对？对呢，迄是伫外哦。如果你伫内，你嘛会当安尼想，你伫外你就无遮个分别心。你看到水，今仔你袂去分是送服务，你嘛袂去讲哦，今仔送服务的煮这足好食，今仔这送服务的煮这食落饱。你拢会食即顿饭的时阵，你抱着啥物的心？感恩的心，
感恩哦，感恩哦，足感恩的哦。可以真诶，你摕你啉一杯水，伫生活所倒着一杯水，你着感恩哦，感恩哦，足感恩即杯水吼，伊会有生命，伊会来帮助你的身躯，伊会互你的五脏六腑拢会当滋润着，拢会当健康哦，敢知？咱可能无伊安尼想吼，但是你伫家遐，哎呀，煮这少食袂饱，食袂饱，你即个电脑嘛食着，你绝对食袂饱。迄叫做念力啦，这是咱各位浅浅，伊迄个生命是咱互伊的。无形当中咱咧看哦，所以咱讲咫尺天涯，咱的思甲度咫尺天涯，伊即个玄关桥，你的玄关桥，咱有常常咧甲看玄关桥，啊，若下讲迄个关，咱拢甲关掉的。啊，咱若讲伊宇宙有一个门，会当找着回天的路，咱拢讲天啊天啊天啊，啊天有几天？天气咱正看就是一个天尔的，咱这地球，人讲天外有天，迄是天气阁有天呢，啊天气阁有天是啥？师尊咧甲咱讲，气天阁呛天、向天啦吼，呛天就是咱即摆很呛感现象界，很呛感阁去求一个气天，气天去阁有一个比天，所以这个天门的演化有一个门。老师咧甲咱讲，即个关一关一关，阁有一关一关哦。各位浅浅，啊以咱的身躯来讲，即个门嘛是有一关一关哦。要倒一关？咱即摆咧食饭，敢有请玄关的主师傅讲食饭哦？浅浅，你敢有甲请食饭？啊，你敢有早暗咧甲献香？哈，有上清下浊无？拢无哦。啊，你哪会讲伊是佛性伫咱内面？咱有一关一关呢，咱是要食来讲，我今仔想要食啥，咱是。咱也想要来食一个迄个菜包，就甲买菜包。咱也想要吃碗粿，买碗粿。你敢有甲敲电话甲问讲，主师傅，你今仔想要食啥货？无吼，咱毋知吼，无甲问吼，啊嘛相对的哦，咱请无甲问。有可能毋是要叫咱做戆人，但是有可能请提醒咱家己。当咱咧想代志，咱起心动念。开始迄个念头咧起来时阵，咱就先甲问一下无，咱就先甲请起来，佮甲拜一下无。恁敢有甲请出来拜一下？敢有？无吼，啊拢甲关的，拢甲关的。所以你看咱的囡仔吼，咱伫母体内面吼，迄胎儿啦，还袂是生出来，迄点灵性来入来，迄个元神入去，伊伫母体内面10月怀胎伫遐构造。因为目睭先生，咱敢知？咱的胚胎啊，整个眼睛，咱的人体构造为目睭，因为灵性先入去嘛。咱知啥个目睭？因为松果体先完成。这个医学内面，松果体就是主宰咱的感光，咱的整个咱的迄个内面，就是伫咱的目环皮鼻中迄个入面，伊内面就是松果体。啊，迄个内面就是主宰感光，咱的眼睛，咱的整个胎儿的形成就是伫这个目睭先生。先开始，那么胎儿生成的过程，为目睭开始的。你来讲，这个灵魂之汤啊，入面这个就是这个进去这个元神哦，定位之后进来之后就定掉的呀。那么定掉的之后呢，当甲咱出生、大汉，甲咱死亡断开迄个时间，咱的灵性搁为倒？最初的地方也是最终的地方，再出去，再出去。啊，所以元神呢，若一旦入去就坐掉的，关起来，就关起来哦，就袂动哦。但是咱即摆拢有咧讲哦，师尊老大人，佫有咧甲咱以心理提示来讲，三宝心法，三宝持用。当你持念你的三宝开始持用的时阵。你的元神会发动哦，元神若发动哦，你会老而不倦，你会可能做足个代志，劳力足济，做足济，即个身体的体力会得，但是你袂感觉足神。啊，咱即摆人拢毋是做足个代志，拢是坐伫遐就感觉喏，就安尼摇来摇去，为虾米？足神的啊，坐伫遮就拄久啊，坐伫遮就足神的啊，因为咱拢甲元神拢甲关的哦。无咧甲发动，啊！你看咱的乌多摆吼，
久若无发动吼，你搁去家发爱发偌久？爱发足久无？爱油门吹无？你爱用力的，爱落足久无？爱咱的。各位先生，咱的元神拢定定甲关掉的，无咧发动吼。啥物叫元神发动？咱有定定行路一步一字真经，咱有安尼咧念无？各位先生，敢咱敢有咧念无字真经？我无人是袂使讲呢，迄毋是着爱等下要转去，讲要转开迄时阵啊，断掉，啊，转去甲伊天甲讲呢，毋是安尼哦。老师拢甲咱讲哦，三宝日常用，三宝日常用。什么叫日常用？咱行住坐卧伫咱的心内，拢咧默念咧默用，点点啊起点点点啊用。我真想要讲呢，头拄仔老先生讲，我咧骂人拢毋免想的，即摆想。你要骂人之前，上这5字就好啊，心内就甲想啥？1、2、3、4、5。我头拄仔想要骂足大个，我想要骂世界个啊。毋过我会当搁想一遍，1、2、3、4、5。真敢若有比头拄仔搁较细个啊，我想要骂啊，吼安尼，搁较试念一遍。你着安尼慢慢降服它。咱人的心性一定爱靠着天官巧内面的元神发动来甲伊降服。即个门，老师咧甲咱讲，咱若无找着迄个门，无法度去知影迄个本源。唔知影本源做代志，若无一个根据，没有根据的事，没有根本的事，咱做啥物代志，拢东倒西歪。所以咱的命运就东倒西歪。所以咱想的，咱就感觉讲，咱咧想啥嘛，拢东倒西歪，颠倒颠。啊，所以即个安全的通道吼，咱来请哦，去甲清理哦。即个通道莫互贪物件。虽然伊较多甲咱讲存在，就咱嘛甲咱报告，伊存在啊，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不增不减，伊存在。你搁去杀人，伊嘛存在，佛性拢存在。但是今仔日去讲着无好的代志，做着无好的代志，起着无好的心念，伊开始着伫你的头前，咱讲的哦。咱有看到安全通道头前，才会当贪物件，袂使哦。咱若有了捌一点仔消防法规吼，也是咱会做的工课，迄消防部门啊、消防局拢嘛来甲你检查。这若是逃生入口，咱就看到顶管这个牌啊，叫做逃生入口吧吼，写啥？哈，紧急出口，紧急的出口，紧急话是啥？紧急出口话是甲逃生出口。咱若去倒拢共款。即个门较袂使踢的，迄个门踢的，出去敢好出去，歹出去嘞，歹出去嘞吼。或许是医保的来讲啊，可能足粗浅，可能伊攞出来讲毋是安尼解说，但是或许当然伊家己，只能以自己的程度来跟各位浅浅分享，伊或许家己想的。如果咱常常一直甲探物件、搭物件，拢乌云密布啊，拢杂物很多，甲即个头跟即个安全，咱讲的紧急出口。拢常常甲踢掉的，即个物件拢无咧甲清，拢无咧甲占卜，野菜无咧占卜，拢一直互生，一直甲踢。咱自性就袂发光呢，自性袂发光袂明，咱做啥物代志吼，咱就无主张，咱就无根本，咱会失去一个做佛主的条件。啊，你讲安尼要安怎？安尼就搁继续，后一道的下一个门。有较家己想的啦吼，因果也有门啦。咱若毋该清哦清气，常常要甲踢，啥物叫常常甲踢？送做啥我拢看袂顺眼，送讲啥我拢感觉伊安尼毋对，啊送上对，唯我独尊，我想的上对，送讲的拢毋对，是安尼啊。咱即拢讲咧办道，各位浅显，咱拢有参与办道，但是办道。是一个外表庄严、殊胜、殊胜，要互咱去学习前进的一个人讲的一个规范哦。台语就较袂晓讲，比如安尼讲，一丛树仔若歪歪要甲雕好正，是要用安线、用柴、用啥伫遐甲硬甲雕好正。安尼讲会当想象啊吼。一支歪去的树仔要甲雕正，是要靠着安线、靠着铁啊、靠着足侪外口的支架来甲伊雕好正，慢慢雕过来。咱即个办道嘛是共款哦，老母娘借着即个杠道，即
即个宝贵，互咱知影讲，咱爱去度苦海当中的兄弟姊妹。但是虽然名为咱咧度苦海当中的兄弟姊妹，嘛是咧度咱心内迄个无明的。如伊说，咱的因因果果结伫咱的身躯早遐，嘛是咧度咱家己哦。所以咱就是爱定定参悟的道中，定定参悟着修法，参悟着咧礼节。你看一个人行路安尼3工6巧交行路安尼，文质彬彬，咱也来学咧一个，大家拢文质彬彬。啊，若来讲道理的咧，咱讲出言成章，毋是出口成章，肮脏的脏，吼无共款哦。所以你看来回堂借着遮尔济的办处，一处一处慢慢，甲咱雕好直，雕好正，雕好方向正确。咱即个门找无的门，咱即若目睭大家拢翘安尼，要行到迄个门，可能行袂到，因为头壳光哦。啊，咱真的是正嘛，咱人头是顶天的哦，不一样哦。所以咱人拢是万物之灵，因为头顶天。啊，你若看动物咧，因的头会当迄阿嬷棍会当安尼弯来弯去吼，因是平衡的、平行的，因的头是袂当头顶天，挑咱无共。所以咱是算万物之长，咱嘛爱知影讲这灵长，咱是万物灵中上好的这灵性的动物，咱爱把握即卖吼，毋通互这个轮回经济有哪美伫咱的身躯顶，会影响咱身躯关卡。啊，即点吼，下来啊，做一个啊，咱以关即个啦，关塔，把这个关起来。这个关在讲这个门通道，它是一个时代、一个环境的时代的结束，跟一个时代环境的开始，一个结束，甲一个开始。各位请写，我圣体君就甲咱讲，伊讲哦，深因果底，风雨难撼根。你若是这个根顶了有深，这个底，这个根啊捌了有红啊。大风大雨要甲你摇好倒，敢有法度？敢有遐简单？无简单。伊讲本立道心，稳德是修根。咱即个本啊，咱若是知影伫倒，咱就好好啊，拢安尼甲往即个方向，安尼甲行，安尼去甲做。无人知嘛无要紧的。今仔毋是咱服务，咱看到咱来甲做。今仔咱听到一句无好的话。咱来咱的心内，甲无好的话，迄句无好的话，甲化作慈悲的心，讲啊，人就是慈悲，可能是咱听袂落尔。啊，咱袂要紧，是咱修养啊无够。咱会当安尼甲伊化，其实这个是引导啦，吼，这是稳起来哦。你会当甲别人无好的话，你稳起来，袂过别人讲啊，迄个某咪人讲啥，我甲你讲哦，迄个嘛毋讲啥哦，我甲你讲哦，迄讲啥哦，安尼一直传吼。迄安尼就毋好啊！迄个叫做间接造罪，哦，你迄间接就咧造罪啊吼！你着爱一步一步家己动，一步一步知影讲，你的骹踏实地，咱安尼甲想，骹踏实地行路简单无？简单啦，啊，就一步一脚安尼啦嘛吼！啊，你若骹拢浮浮的，骹浮浮叫啥？垫脚尖，你垫脚尖会当行偌久？垫脚尖行偌久？我以前讲，啊，甲垫脚尖，啥物叫垫脚尖？就是人讲的虚伪的啦，假无义的啦。一个人啊，做爱讲咩？啊，咱抢讲的讲表演出我毋讲咩？你感觉迄就是垫脚尖啦？你感觉会当垫多久？啊，一个人就是你的习惯已经影响着你的命，已经做歹的，你搁要假讲你做足好，迄是无可能的。垫脚尖走路走不久，所以咱一步一脚印，实啊做，实啊行。阮圣体君甲咱讲，咱就是咧修咱迄个根源，修迄个根本，人伦的根本，啊，就是咱回天的根本。啊，伊佫讲哦，最重要，咱来饮水思源，静好必成根。饮水思源呀，饮水思源，尽孝百善根。你做济，会善事的根，无袂好，就是你就是尽孝。小孝伫厝对爸母，伫道场对前人辈，
前人嘛吼，前人辈我们也是要尽孝哦，尽量圆满啊。对上，这是小孝哦，啊对大的咧，真大孝。各位，若无呢，互咱的佛性存在，可用一个保护的关卡甲咱顾掉的，有一个保险的保险师做神奇的，拢甲咱保掉保伫迄，互咱拢袂去哦失角差。咱嘛是咧感恩哦，吼，啊所以咱即摆呢，即条歌照着又寄着，咱来甲伊感受一下。万圣帝君一条，伊记调里千金孤九，来以前不要讲吼，深耕九云呐，吼深耕九云，啊这个吼真震撼吼，咱来看一下。会晓笑做伙笑吼，啊若是讲袂晓，咱来甲伊细细回味，伊即内面咧甲伊讲的金。好，没有声音哦。Hello。电脑难打。紧来，咱来先来看伊迄个人吼，看因处理一下，咱来看。伊一开始吼，观头就主了甲咱准备啊，伊讲吼，深耕九云，深耕九云内面吼，先让他播放，后续念前面哦，一些词汇。好来，后续。后学来，后学来。宁可实修，九云道。好，咱观法律组吼，伊甲咱准备甲讲咯，偏执不等于是发心，偏执不等于是修为，偏执不等于是宽恕，偏执不等于是高位。有人间的偏执者，必必铁底成修实办；无人间的偏执者，亦非不能了得凡向。心有至诚无色的态度，才有上天无穷的助力；心有义无反倒的决心，才有你超乎你所想的奇迹。所以咱讲哦，心有礼善下士的境，才有广纳经验的胸襟；心有佛规严谨的法度，才有标准道场的建立。好，无声，安尼是不是？拢即个，咱看着边仔即个，伊就一直跳，有没有？迄声音一直跳。那或许干妈讲吼，我们感谢上天慈悲，咱就看字义上的意思吼，还有遐念，遐等下念国语吼，迄台语袂恁转来念了无啥。讲百炼成钢，我行欲得，道远之际，独占鳌头。深耕故敌，风雨难旱根。本立道生，引得实修根。饮水思源，散尽百善根。既至善树，落叶终归根。咱来让陈师志。然后记次数，咱若是拢会使明理修办，会当发心不退，理念正确，方向不悖。关圣帝君跟我们说，咱唔通空立台湾，煞强了实践。伊讲这几句话是简单哦，但是唔通啊当做
这是一个普通的代志啦，吼。好，来，有了吗？没有了，我们就跳了哦。马给。好，我们随缘拿，你们先那个啦，我们先往下一页，感谢慈悲。那个滑鼠先还给候选一下，候选先关了哈。感谢慈悲。好，过来，当咱了解这个经的重要，我就去跟咱讲，绵绵欲存，用之不尽。你说绵绵是啥？牵丝的啊，像迄牵丝安尼啊。所以前在熊仔是咧想牵丝，咱日常生活会当想着牵丝有啥物物件牵丝？哈？啥物会牵丝？咱敢有想过？牵丝的物件，熊仔是想无济吼，伊就像迄丝安尼啊，像迄丝。绵绵了，迄丝就是咧讲，伊连续不断，袂断去哦。连续不断，足油、足捌、足油搁足捌，啊搁足精细，迄像迄安尼拖足长、拖足长，搁袂断哦，很细哦，很细很细，又不会断的哦。拖足长足长，搁袂断，啊搁永远拢像迄有，搁像迄无，看开像迄无，啊但实际伊搁是存在，啊伊搁讲用之不尽，这个尽呢，义话顶的解说，伊是讲。你做拍拼来做，你拢会当来帮助你化解危机，嘛是叫做勤哦。化解危机嘛是叫勤，然后你做用心来做，嘛是叫做勤。尽心尽力，啊，搁定定经常性的，拢叫做勤。勤劳的勤，勤啦吼。啊，根本会当绵绵不绝，伊就是拢安尼定定滴的。但是咱拢会连准伊安那像迄无滴的，所以咱各位亲戚甲拢会晓问咱讲。咱敢有咧甲咱的祖师傅讲话，到咧甲请出来，咱拢讲无嘛吼，因为咱拢甲当作是无的啊，伊就是无存在啊，但是伊毋是无存在哦，伊是互你看无、摸无，无互你甲你影响。伊若甲你影响的时阵吼，可能就搁不对啊。伊拢无甲你影响，这是老母娘赐咱这个祖先佛，这个佛性存在的奥妙的所在。伊存，但是不无，伊无死去，无无去，伊拢伫遐，伊就是伫遐咧守护着我们。啊，互咱会当做主的，咱听到。但是咱这个气的，咱这个人的心呐，我们的人心的所谓的气，气若大过于这一切的时候，你也来看，即摆印尼大海啸，咱拢讲即道大海啸，敢是？有海讲有用一个影片哦。迄个影片就是啥呢？咱拢当作伊是大海啸，规个城市被淹没。其实伊是毋是哦？伊是土壤异化。有看过即个影片无？伊是土壤异化哦，怎啊规排哦？伊迄是迄个卫星空拍，规排拢安尼飘飘飘飘飘飘，然后倒落去哦。啊，咱咧看足简单吼。你安尼甲看，你心内真正是人讲惊吓哦。啊，整个空拍图伊就是规个放落去。本地伊的卫星就是安尼高楼耸立，一个迄个嘛，一个大楼，一个地区嘛，比如安尼讲一个高雄啊吼，即个区域安尼空拍，一个高雄的区域空拍落啊，瞬间1/3规个拢倒落去，规个拢放落去，啊你看偌济人伫，啊伊迄毋是海啸哦，毋是地动哦，叫做土壤异化，伊迄就是因为地动去的啦。有啊地动去的，啊但是伊地动伊放落迄个，毋是伊地动放落，是地动了，涂骹的迄个水从安怎浮出来，涂骹水浮出来了，迄厝拢啊一直拢安尼，人讲啊，一直捌了，一直捌了，往下淹没了，啊拢一直卡，一直卡，10层大楼看甲厝，拢无看，拢放落去，安尼软骹就对了，软脚倒落去。啊，咱若看即摆世界灾难，不管即摆是日本，还是讲咱讲印尼，近期世界很多灾难。各位浅显，咱若有咧看新闻，看了敢会惊？看了敢会感觉心内，迄个惊，就我相信讲，迄个惊，毋是讲咱惊死啊，是咱惊讲真正灾，人讲灾劫到眼前啊，
灾劫到眼前了，是不是？是不是已经到眼前了？啊，咱看到安尼，咱除了安尼想以外，咱个会当安怎？各位先生，咱敢有袂记？咱有一个道的妙用，咱会当摕来度人，咱会当摕来分享予更较侪人。因为宇宙之间的生甲灭，既然是必然的道理，生甲灭既然是必然的啊，必然的啦吼。咱人生来行甲死，既然也是必然的道理，何不把道的妙拿出来分享？咱家己好就好啊，也是要分享予咱兄弟姊妹，哈。啊，我先生家己要讲，袂晓讲啊，要安怎讲？啊，人歹度啊，要安怎度？度无人啊，拢度了啊，无人啊，歹办啊。若无描述互咱的佛性来讲，来咱各位先生，咱即摆甲咱的祖先父请出来一个，拜托一下吼，也要甲咱拜托，咱甲请出来一个，敢请出来啊？请出来啊吼！安尼搁问一个，人有歹度无？有好歹度，有人有好甲歹度的即个分别无？哈，敢有？人甲有迄个讲，我做袂到，无法度即件代志，离祖先父的头前才有即个代志，无呢？各位先生，咱家己讲的哦，恁真家己讲无的哦，我们都自己说没有的哦。那既然我们都说没有，我们有没有办法把道的这个妙用给摕出来用？咱唔是单看到人兄弟姊妹咧受苦咧艰苦，咱应该是伫即个咧受苦的头前，先甲道分享互伊。你家己讲，伊无来求道无要紧哦。你家己分享，你家己介绍咱佛道，家己讲，哦，咱天地之间有一个造物主，有一个造物主，一个老母娘的存在。你家己讲哦，即个神的存在，伊嘛甲即个佛性拢寄伫咱的身躯，所以咱人嘛交天共款的即个道，甲即个佛性伫咱的身躯内底哦。所以咱一定吼，甲即个佛性吹出来，啊，互即个佛性吼发光，会当改变咱的啥命运，啊，互咱的生活无共款，互咱有一日，咱即个灵性要出去的时阵，知影要安怎行一条路。你若愿意甲分享，伊有听落去无？各位先生，咱刚拄话讲，咱看到、听到，是毋拢会入咱的意识内面？伊就互算讲，就算啊，伊当下伊无对咱来求道，伊当下伊无对咱来佛道，但是伊有听到无？啊，你摕互伊看，有看到无？比如讲像画迄个山互看，安尼有看到无？伊看到，伊听到，伊有印象，伊有入去无？各位先生，伊就入去安尼。伊就入去安尼，伊的宇宙观、伊的国体观，啊，佮伊即个因果观就入去安尼，啊，这拢是善的哦，拢是善的入去哦。安尼，咱安尼敢是佛？咱咧做即件代志，互人善的，互人好的，互人会当了脱生死，解脱即个苦海轮回。各位先生，做即个代志，做即个动作，敢是佛？做即个代志就是佛啊！只有佛，只有神会当解救众生的苦，敢是？所以咱爱互伊神而明之啊！咱爱有即个神会当明啊，会当清楚，会当光明，爱甲请出来用哦。所以当咱若搁开始感觉讲我做袂到的时阵，咱爱甲想，哦，咱这绵绵欲存，用之不竭，有一个超级的宇宙观哦，超级的宇宙的宏观妙用，咱去甲连贯，有一个门槛，会当晋升。咱即摆讲，咱拢原台佛祖，咱去到遐，咱即摆若着去到礼天，即问的是院内啊，院外，院内啊，院外。咱等于到底是伫内院啊，外院？内院甲外院，敢知影安怎差别？啊，搁有一寡搁就爱外口外院哦，在外院怎样？在修，在练，在学习。听讲伫遐若当年哦，袂晓拜礼节的吼，当年伫遐咧学礼节足艰苦安怎？因为无即个体啊嘛吼，拢虚的嘛，虚灵一丸啊，虚灵啊就是一丸虚灵，啊即摆规落安怎？就浮起来，规落就浮起来。啊，真正你真规落会浮开无？互你真若规落浮开，才会人肯甲你拜。为虾米？因为你有奇迹啊！你迄个奇迹叫啥？无正常的奇迹啊！但是咱即摆拢有正常的奇迹伫内面叫啥？咱真规落就是规落去，
但是这叫做简单哦，轻而易举哦。正好你轻而易举会当做的代志，你若唔去做，你怎么等伊到遐较来学有艰苦无？咱安尼想啦，你真要食物件，拄到喙伊从安怎？佮飞去。咱安尼甲想，下昼你咧食迄个便当，你要飞落去，你喙饭要飞落去，你喙饭佮飞出去，飞落去佮飞出去，啊你敢食会着？安尼你是艰苦啊，是快活？艰苦啊！咱真係愛來學啊，真係愛來學啊，因為你真來而且學好，真係愛甲無好的脾氣毛病改修修的，改學掉學好，2天轉去呢，會當入去內院，內院是無共款的，風景不一樣。同樣一個門叫做門外跟門內，吼，安那人常常要當門外漢，伫遐咧排外，伫遐看爾。哦，人內面有夠好的啦，內面攏伫遐咧享受足好的吼，足好吼。咱真正正找恁求好無？哦，啊，较大有咧浅显哩，后壁来遐参观咧，哦，啊遐迄阵人拢坐伫遐找恁去咧，啊，咱若无椅啊，咱爱徛伫后壁听。各位浅显，咱嘛是人轻生的人，咱敢知？因为咱一人一位，我们每个都有佛的果位，好，所以呢，为什么？好，再来。咱来以国体的观，咱家己咱来去啊，可咱这个生死的妙用，咱就是偏灵共办，要出来修出来办，配合咱道务，人安怎甲咱安排，咱就做啥物货。咱莫去遐想讲啊，这我会，这我袂，学就对啦。因为你只有去甲学，你这个有心就绵绵不断。啊，咱较多嘛有讲哦，脑子一开始，伊即种内面拢咧甲咱讲，现在之间就是有一个即个奥妙的心机伫内面，你拢莫去遐叮当。伊嘛是安尼，你拢有去遐做，无去遐做，伊拢游玩伫遐。你有去遐用，无去遐用，一般人会解说啦吼。有去遐用，无去遐用，伊拢一直伫遐，伊袂无去，伊就是伫遐咧不断循环，不断咧用，不断咧循环在做。但是药学会甲伊依自己的个人的分享，药学会希望咱用伫道中来诱导，以咱道中来看，以咱修办，咱各位兄弟姊妹，咱来来看即句话。绵绵用之不尽，希望咱下当叫上天来共办，咱若下当将咱的福性，来下当来提出来做主，咱的命运、咱的思考、咱的言行拢会无共款，因为咱是徛伫终点嘛，终啊，然后延续第5章的终啊，咱就有法度讲的、做的，拢袂去互偏去，啊，咱嘛会当跳脱出即个轮回，会当实践。甲实践会当改变咱的命运，互咱这个主心骨呢，袂互咱安那拖累啊。如果伊今仔连外院都到不了，烦恼大多，可能学外院就到袂到哦。各位浅显敢知？咱人想讲哦，伊就讲，伊拢永远伫的啦。那一般顶人，社会人咧解说讲，即个有一个生命的灵体，永远拢伫的。你做好做歹，伊拢伫的。你都莫甲用，伊嘛会伫遐咧用。你若要以社会人安尼讲哦。大家拢来做做嘛，不要紧，敢是。但是做一个心感觉，有个生有个降，就全在于我们的选择。所以或许在这章里面，或许就会把它隐喻成，我们必须要来报老母的恩典。咱来报老母娘的恩典呢，要报老母娘的情呢。啊，各位浅浅，要哪报？要哪报？将道的存在，咱来甲体会，咱其实有足强足大的本领。这个身躯一个本能，叫神同款会当明白通达的本领，叫佛同款会当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心，叫老母娘会当去天灵共办的，咱有这个契机，有这个神机伫内面，所以呢，咱会当体会到咱最强大的本能，咱会识得出来哦，咱这个实体出来哦，咱就袂感觉咱虚虚，咱会感觉咱是实的哦。我们是实的哦，所以咱拢讲爱真修实办，毋是假修虚办。咱毋是咧办外口像庙会安尼动茶安尼哦，后咧一工过啊。神明咧办事咱看无，因为因咧外面咧神明咧办事，但是咱人安怎，就是夜向对拜对老咧。但是咱一贯的，咱身为一贯的每一位修主，咱的兄弟姊妹，咱毋是安尼哦办一场法会，讲啊办完就煞哦，咱是甲办。今仔来的体会，今仔来的咱就较含慢讲，但是咱各位真系拢有智慧听，拢有智慧耳会当听，比就较讲的更较好的感受，摕倒来日常生活当中来去创造家己上好的样。各位浅浅，你最好的模样是长怎样？
你感觉你上水的时阵是18岁还是16岁？上缘投的时阵是18岁还是20岁？拢毋是哦，拢毋是哦，毋是咧讲少年哦，是你上好的模样是什么时候？各位浅浅，即摆那是你上好的时阵，因为即摆你有咧想即个代志，即摆有哈安尼抛出即个问题，即个疑你就咧想啊，我啥物时阵上好？即摆上好，不管几岁。无管年龄的，没有年龄之分。你自身躯摕出来咧做主，你即摆会去思考，你会当创造明仔载更较好的自己，你的模样就会出来。所以啊，注意细微处，甲家己细微处的不足慢慢改变，咱可会当啊运用摕倒的资源是啥？咱有当做个资源的啊，前辈正啊，咱家开班的时阵，就甲一寡新道亲啊，甲引入来活动。参加活动，互伊了解道场就是安尼，互伊一步一步慢慢感受讲道的殊胜甲宝贵，互伊感受着，互伊进而加入修办的行列。这嘛是咱享受咱珍贵的选择，毋是去受自己曾经不好选择的罪，是享受哦，这享受选择哦，这嘛是道的奥妙。所以呢，也要照着咱吴敬宇老前人的最后。伊伫即种会甲咱讲的就是披道之实，避道之理，用道之妙，来学习这篇咱的国心中啊吼，咱有学校的在所学称啊，实在是无法度吼，上圣人的教义讲啊真好啦。若要讲家己咧讲的，我讲家己讲家己想的啦，毋对的足侪啦。咱过时甲错误不足所在，盼望咱师父。主笔感谢罪，咱前年、不前年，各位教团师，咱各位真人，会当来甲给他积极啊。最后呢，就让各位浅显，让会当去脾气、改毛病，把道的题用心去感受，把道的微妙真的去把它发扬光大，然后把道的那一种妙用呢，会当来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后祝大家，咱拢会当精进修办，同报母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叫我们请起立。感谢陈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让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陈讲师慈悲。各位贤贤，接下来是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休息到10点30分。10点30分，请各位前贤请准时入座，感谢慈悲。